日同大家拍攝嘅有一個呢，就係灣仔嘅一個豪宅區啊，住喺呢度真係舒適啦。我哋依家呢，有套90幾平方嘅全光景嘅單位，全新未入住過嘅，就我帶大家上去睇下樓。呢套呢，灣仔長龍灣高層一線好光景嘅3房2廳嘅格局啊！當年時香港業主一過嚟望住呢個陽台嘅景觀就走唔開啦，即時就買低咗個單位。但係呢，由於工作調動嘅原因，就冇過嚟居住啦，完全一日都未曾住過㗎，保養啲到相當之 OK。咁小區過去港珠澳大橋12分鐘，小區行落樓呢，過去未來嘅香港城、三號會員店都係幾分鐘嘅路程啊！咁2間房睇返出去呢，就係南屏水庫嚟嘅，人哋話水庫為財，真係相當之 OK 啊！呢間主人房，咁呢洗手間同埋房間睇出嘅都係一線光景單位，有興趣過去睇樓。